湾派到美国4年军校读册，陆军官校的学生吴家琪，目前完成着学业，摕到毕业证书，返来咯。吴家琪这个台南的查某囝，嘛是台湾第2个为美国4年军校毕业的女性的军官。不管是扣绳啊，或者是跳车链和跳水，对伊来讲都拢真简单。这位细粒子的查某囡仔真够运动，伊是台南人，叫吴家琪。那伫咧实战操作、面前训练，吴家琪嘛伫咧西点领导营做实习的连长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会努力，我会争取比较高的这个实习，然后他的背章会很大。”你看背章就知道那个是不是我。想要学功夫来保卫国家，其实吴家有3个查某囝拢是军人，前后拢为美国有名的军校毕业，开口罩拢真有才情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马上红榜和往来，甲吴家琪祝福。来到西点是代表国家，所以我看到其他人可能会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。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、特别的，去挑战自己，然后让世界看到台湾这样，就算只是一点点。4年读册时间表现甲真好，即摆学生几个会先到永康区炮兵训练指挥部做分科教育，原训进入部队，希望当甲伫咧美国西点军校所学到的专业，继续甲传承落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